当我伫台南新老病院做院牧的时，有一日，我就到伫病房的中间来探访这病人。当我入到伫迄个病房的中间，我看见一位青年人，伊的面貌非常的冷漠，伊的眼神非常的无精彩。当我行到伊的身边，我甲伊讲：“我就是牧师，来甲你关怀。”伊拢无反应，嘛无用目睭看我，就一个人安尼恬恬困伫伊的病床的顶面。我看见伊的无奈，我就行到伫迄个病床边。有写伊的病名，我就甲伊看，原来就是已经得到真严重的胃肠癌。一位只有28岁，生做阁非常的大汉，面貌嘛非常的好看的这位青年人，伫伊的人生多伫少年要发展的时，来得到遐尼严重的胃肠炎、胃肠癌，对伊来讲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无奈，所以伊对伊的生命有充满真大的艰苦。总是伊是一位民间宗教的家庭出身，伊的父母伫因所住的庙口的边仔，伫遐咧经营金纸。伫咧经营蜡烛，伫咧经营遐杂货店。有一摆，我还未吟诗互伊听以前，有来到伫伊个病房的所在。迄个时阵，迄个病房电火无开，暗暗。我本来真盼望会当抓着伊的双手，要为着伊祈祷。总是当我甲伊掀开。迄个棉被时，我竟然伫伊看见伊的手的顶面有绑一段真厚的金纸。我看一个，我心内有充满非常的痴情。到伫迄年的29暝，我伫要下班的时，我就来到伫伊的病床的所在。我来甲探访。我行过迄个病床的时，我看见伊甲伊的老爸徛伫迄个病房的门口的边啊，两个做伙伫迄个所在伫食面。我迄个时阵，我的心灵的中间看见迄两个爸仔囝迄款的感情，徛伫迄个所在做伙伫食一碗面。迄种的感动，互我有真大的感受。我看见安尼，我就离开。过年了后，我就搁一遍来到伊的病房，甲伊探访。探访了后，我就甲伊讲即项。伫过年前迄个黄昏，我看见恁两个爸仔囝，伫迄个病床的门骹口的所在，恁两人徛伫迄个所在，做伙伫食面，迄款的亲情，互我的心有真大的感动。我看见伊的面有渐渐伫遐咧改变，伫伊的目眶的所在，也有淡薄的目屎。我就甲伊讲，我知影你的孤单。我知影你的无奈，我知影你所拄着迄个讲袂出的苦痛，总是请你放心，阮这同工，阮会甲你的老爸同款，陪你来行这段你充满艰苦
病痛的人生。伫迄个时，我就安尼扭调伊的双手，唱一首的诗歌互伊听。我讲：救主耶稣，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。你大施恩靠你尊名，亲信的确者。